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前一阵因为课本内底写着土豆，到底这个土豆是啥物，有不少新闻甲讨论。土豆毋是台湾原本就有的食物，毋过台湾真适合种土豆，所以真早土豆就是台湾人足重要的食物。土豆毋若是直接摕来食，也会使煎土豆油做土豆酱。今日我要来讲土豆甲土豆的产品。过去的人休困的时，因咧算啥物？一摆这本册整理的是我父母迄言，有可能是一寡听众的阿公阿嬷迄个年代的消遣娱乐活动，对室外爬山、参加脚踏车队、伫室内看戏、看电影、听音乐，到西雅市百货公司也是签大家乐，拢有写着。来去百货公司坐流浪，这本有声册真紧会使伫读墨 remove 试听买着，请大家多多捧场。有关台湾土豆上早的记载，应该是荷兰人写落来的。迄时因就有写伫台湾种土豆的情形，所以台湾真早就有种土豆、食土豆。毋过台湾毋是本来就有土豆，甲番薯相共，土豆是原本生伫拉丁美洲。西元2000多年之前就有土豆是出现伫秘鲁这个所在，真侪迄附近的原住民因拢会种，会摕来生食，也无得烘来食。伫大航海的年代，土豆嘛传来到台湾，变做是台湾人真重要的食物。1996年，台湾府志就写着台湾主要的产物有糖、有米、有麻，也嘛有写着土豆。伊内底记载嘛写已经有人会摕土豆来煎油。后来的台海蔬菜录嘛有写着台湾人若毋是咧捕槟榔，就是咧食土豆。伫迄本册内底，也阁特别写着台湾人甲落花生互做土豆。土豆的用途是真侪，除了会使摕来食，阁会使煎油。伫过去，土豆油的用途是真侪款，会使摕来点油灯。台湾伫石油提炼的煤油，一般讲的番仔油，这项也未进口进前。油灯是拢点土豆油，所以土豆油嘛号做火油，嘛因为安尼，后来点的番仔油就叫做水油。台湾开港以前，米、糖、土豆油就已经咧出口啊。毋过因为台湾土豆油的销量是愈来愈大，开港了无偌久，煞开始为清国进口土豆油。这表示迄当阵台湾生产的土豆都无够通用。日本人来以后，开始改良台湾的土豆品种，因为因感觉甲日本比起来，迄当阵台湾的土豆比日本土豆较歹，特别是煎出来的油较少。日本人会注重土豆油，也有另外一个原因，是真侪国家开始种土豆煎油。迄当阵欧洲的制造业、轻工业，因要做沙文、做鱼仔罐头，也阁有真侪物件拢会用到油。这互因原本有的草橄榄油是愈来愈贵，所以因就开始用土豆油来代替。欧洲国家开始家己生产土豆煎油，也嘛为国外买土豆油。土豆油变做是一项大生意。佮另外一个理由是，台湾人煮食也是真习惯用猪油、麻油，也是土豆油。伫日本时代已经有进口的黄豆油、菜籽油，毋过这别项煮食用的油，大家拢用袂习惯，也是较爱本来的土豆油。
日本人伫台南区的农业改良场收集各地来的土豆，佮开发新的品种，一直到即仔，台湾土豆的培养大部分也是为台南这个所在培养出来的。日本人伫1931年就竞出台南白油豆1号到5号。战争以后，土豆油的市场佮较大，因为欠做油的原料，所以大家拢食土豆油。即马讲的9号啊，伊全名号做台南选9号土豆，是1966年开始推广种的。这款9号土豆较细粒，较薄，毋过油较济，落去炒较芳。所以咱咧买的炒土豆，真济会特别写讲是9号。后来伫1986年，佮培养出台南11号，这就加真大粒，佮适合机器去挽。11号土豆较特别的是，一般土豆若放较久，会有一个臭油埃味。这款11号的会当保存较久，所以目前台湾种的上侪是大粒种的11号，甲细粒种的9号。其实全世界土豆的品种有80外种，毋是逐项拢适合种伫台湾。土豆一冬会当种2摆，春天甲秋天2期。70%的土豆是拢种伫森林，刷落来是彰化甲嘉义。因为土豆要熟的时，也是要收成的时，拢袂使有伤济雨水。各地的气候无啥相共，所以野种的时间嘛小可有差。确定的是，土豆适合种伫沙地，嘛因为安尼无啥适合种伫我的所在颠倒会当种土豆。另外是土豆耐风，像澎湖风真大，毋过因着种真济土豆。台湾沿海的所在嘛有咧种土豆。土豆油真芳，过去食真济，即马煞足罕看的。一个原因是台湾土豆的产量无济甲有法度搁去煎油，即马有的土豆油拢真贵，要甲别项油竞争真无简单。毋过另外一个真大的原因是黄壳毒素。会发现黄壳毒素这项物件，是因为伫1960年代，外国咧饲火鸡、饲马，拢捌发生大量集体中毒死亡的事件。科学家后来就发现，这甲因食的饲料有关系。因食的拢是有氮番麦，这番麦生菇经过分析，才知影讲番麦生菇内底有一种号做黄壳毒素。1987年，国际癌症研究组织就讲，黄壳毒素是食了会得癌的物件。上接看到的是伫土豆、番麦、米，也是豆仔类内底。伫台湾1967年，伫新店真正嘛有发生过食过期的米集体中毒的事件。毋过因为食土豆集体中毒是也毋捌听过，因为医生叫大家得注意，政府嘛安尼讲，所以有一阵仔土豆的销路就较毋好。黄壳毒素较恐怖的是，因袂因为煮过就无去。咱一般煮食的温度是160度左右，毋过黄壳毒素就要280度以上才会真正杀死。所以若是加工过的土豆，像做成罐头的卤土豆，也是做土豆酱、土豆油，因若过期，佮愈看袂出敢有歹去。即卖制作过程管理是较严格，保存的期限嘛较短，所以消费者只要注意，莫食过期的土豆产品，就袂有问题。毋过你敢知影，咱食的土豆酱有70%是进口的，一款是为美国进口入来，另外一款是中国进口的。台湾敢毋是有种土豆？是安怎着进口？其实台湾种的土豆大部分拢用来做土豆糖，也是摕来炒、摕来煮。干那2%是摕来煎油，
无到2%是摕来做土豆酱。中国的土豆产量是真大，价少阁低，毋过台湾是禁止进口，主要的原因是台湾的土豆是较敏感，也阁要保护农民。毋过嘛因为安尼，台湾土豆贵，所以有一寡做土豆酱的工厂就刷去中国甲越南，用当地的土豆做土豆酱，才阁运转来台湾卖。也阁有一款互我印象真深的土豆酱，是朋友介绍的，我细汉毋捌食过，是北港土豆番仔姜酱，伊有土豆的香味，食起来阁甜甜，其实无啥会咸，摕来搅面袂歹食。我时常伫客人料理餐厅拢会食到土豆豆腐，我想真侪人嘛捌食过。土豆豆腐内底有足侪土豆，毋过无做豆腐的黄豆。这款豆腐是土豆落去搅，才阁蓝米浆落做出来的。真侪人知影新埔的起饼、美浓的粿仔条，也是北部的类地。那安尼土豆豆腐这项客人料理是安怎来的？足侪人认为是屏东内埔的人先做出来的。因若土豆无好卖的时阵，会甲土豆甲米做伙放落磨，上早是做成粿仔条的形，后来就用做豆腐的模仔来底倒出来，就像豆腐啊。这项料理伫 Okinawa 嘛有，所以嘛有人讲这无的确是伫日本 Okinawa 遐传过来的。也阁有一味足特殊的台湾味，就是盐水南土豆腐。我毋知影伫别个所在敢时行安尼食，伫东南亚的料理内底，因是盐水的南土豆腐，毋过阁会南别项的香料也是酱。台湾的盐水土豆腐用途嘛真宽，猪血粿顶头就爱蓝，才有成猪血粿。挂包内底嘛着放盐水甲土豆腐。有人到润饼糕是南土豆腐，阁会南盐水。去西老街要买冰，你就会看到润饼皮包冰，顶头阁放盐水甲土豆腐。卖月饼若做咸甜的嘛会蓝。相共的用法，阮兜过去煎甜粿，较高工的时阵是粉色皮包甜粿，内底阁包盐水甲土豆腐落煎。我感觉第一个想到盐水南土豆腐会下味的，这个人真厉害。咱嘛有袂少甲土豆有关系的俗语，像人讲男子汉土豆腐，意思就是讲一个查甫人煞像硬脆的土豆安尼，遮尔软正。也阁有一句讲，在生食一粒土豆，较赢死了拜一个猪头。意思是讲爸母猪的时阵，着照顾因，就算食了无好，嘛比过身了拜甲足澎湃佫较好。我要伫遮先线介绍一个 YouTube 的频道，号做多数的台语车帮，因有足侪集咧介绍台湾俗语。顶礼拜的节目放送了，有哪一个听友甲我讲，伊自第一集就有咧听，我原本拢叫是听众，甲我相共，真爱换心，袂一直听落去。我真感谢有一直咧听的听众。也阁有人写讲，伊还袂晓用台文来留话。我想，恁若既然拢听有我咧讲啥物，听有台语，要写都毋是大问题。我家己嘛是为袂晓读、袂晓写，豆豆仔学的。线顶有真侪学习的资源，你若先学会晓罗马字，就有法度开始查词典学写。感谢大家的留话。甲最近也是过去有寄付的人，无论多少，我拢有收到恁的心意，足感谢的。祝大家甲恁厝内的人有一个欢喜的母亲节。你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大家分享。嘛，请会记得订阅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五粒星。甲留话互我，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 EC Pay 的连结。
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贤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